嚟啦嚟啦！一年一度嘅雙11嘅優惠又嚟啦！今次咧 Insta360咧真係落足本，人氣嘅產品都有折嘅，而且用我嘅專屬優惠連結購買咧，仲有禮品送添㗎。X5 呢部咧係市面上面最靚嘅8K 全景相機，呢排咧就真係熱爆㗎。今次咧最高咧有9折咁多，仲要送埋電池添啊！不過要留意白色版本咧就係冇參與㗎。X4 咧就係最高咧83折，如果咧你真係想入手呢個就係時候啦。Go 3S 咧細細粒又方便，8折啊！而家仲要送埋你一個迷你嘅收納包，平時咧出街拍貨咧就最方便啦。同埋我一向大推嘅呢個 Ace Pro 2咧，今次最高都有85折㗎，仲要送埋你電池添，真係幾抵玩㗎。而我自己咧就成日拍 vlog 咧，就放我最新部 iPhone 咧入去呢個 Fold 2 Pro 裏邊拍啦。今次咧最誇張就有7折咁多，係仲要送埋呢個磁吸嘅手機支架㗎。至於錄音神器咧 Mic Air 咧都有85折 ，Link 2咧仲有75折添啊！全部優惠咧由而家開始咧去到11月13號㗎。如果大家想入手嘅時候咧，記得用呢個優惠鏈接購買，攞我嘅專屬嘅禮品啦，而且對我頻道咧多一份支持㗎，快啲 click 入去購買啦！雙11優惠唔買對唔住自己啦！